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社的弊案。今仔日是第5届来照提到郭文铁门口经。前一届郭文铁是无愿意出庭的，今仔日愿意咯。讲今仔日出庭是无挂目镜。另外，郭文铁的收押期到11月初就满期，若是无要延押，台北地检署就要伫个限期内终结起诉。穿黄色加修衫，两支手红扣起来，不过这边无挂乌金目镜，叫法警押去北检。民众党主席郭文铁今日透早，总算点头答应配合第5摆提审。委任律师廖正基无话无据，今日北检开庭。另外两位律师萧义宏、郑金官，嘛拢真紧行去楼顶。顶摆郭文铁提审已经是顶个月26号，本地1号北检就按算提审，不过郭文铁当时继续出庭，北检决定改日期，是咪到一个等就是等半个月过。虽然郭文铁人到北检，配合多项款互挂界关处，敢会亲像新庆警同款龙吉点点呢？主席身体状况还好吗？新庆警方羁押了后，真侪摆互医生看，含申请拒保停押，马扣摕到倒来。不过就算身体无好，团队共款拢点点点，互检方唔知免怎办。随羁押期限渐渐逼化，时间压力嘛哪来哪大。金华社案底批扣羁押被告内底，因晓被新庆警吴顺平，拢会伫咧29号羁押期满。若检方要申请延押，上换爱伫咧24号甲法院讲，偏正生郭文铁卖伫咧11月初满2个月羁押期，若检方无要延押，爱伫咧期限内并终结起诉。我们还是希望柯市长可以配合检调的调查。如果一旦检调不需要你的证词的时候，那才是你最危险的时候。金华社案继续伫咧探索，检验动作不断，含时间的招标比赛，郭文铁的态度真重要，嘛可能影响法院对延押裁量，一举一动拢是关键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